喂喂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哦，早安吼，真欢喜，搁一摆伫遮看到大位啊，咱伫遮哦，真欢喜，组织伫遮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等者，做伙开喙来学乐咱敬上疼咱的上主。哦，咱这是今日的两首圣诗，第一首是第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第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伊的旋律呢，可能你毋知伊的曲调是叫啥物名，但是咱会当真朗朗上口安尼吼，因为伊是伫圣诗内底伊写讲哦，伊这首这曲调是来自法国伊传统教会的旋律吼。啥物叫做法国教会传统的旋律？就是中世纪迄个葛雷果圣歌开始。到伫宗教改革时期的法国的诗篇的颂唱，一直到后来的法语的圣歌，这拢全部拢称作是法国传统教会的旋律安尼。啊，伊的特色就是安怎呢？伊有一个真明显的构造，啊，毋过袂足复杂，毋过听起来是真庄严、真水吼。咱会当体会到迄古典音乐的水安尼。啊，这种曲调呢，伊影响着真侪欧洲时期迄古典音乐的发展。啊，后来嘛，伫全世界大教会伊的诗歌嘛有受到影响安尼。啊，包括咱台湾的诗歌，像这首诗歌就是。啊，这首诗歌的歌词伊嘛写甲真好吼。伊嘛有讲着讲，伊是出对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20到20嘛安尼写讲。伊讲，受起造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主角，要紧会少。在伫伊囡仔所起的拢3联络，踮伫主内渐渐成做圣殿，恁也踮伫伊，三角受起造，成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吼，是咱教会。咱基督是咱真坚固的地基，厝角少就是伊，所以咱着爱真坚心来信靠伊，免犹豫。上帝赐福就会充满阮，也会受到主的保守，永远无错误。咱就即马来邀请咱兄弟姊妹，咱即时来做伙来吟这首诗歌，互咱伫教会中来三结连，来三角敬拜上主。做咱坚固地基，真中厝甲就是圣主所行实在宝贵，连家成贵了一滴，阳光盛夏拢无废弃，坚信心可免摇曳。完美真理圣诞基督，求你感那万无路，求主是客听人温和，欢喜永远万求通，你的属好充满在这。受你保守永无错，一生救主感临会中，求你是温转回中，阮等三小万民当用，无转属好无限量。同地冠边地里手中，阳光陪会永无穷。我老只尊先被上帝感谢圣家来降世，
世，情和诚心三位一体，永远不变到万世。阮等主必永更关世，主高家金龙无体。这个一首诗歌，上主的恩典，甲伊的慈悲、永光、关系，有对以前、对古早到即马拢无改变。好，第二首是圣诗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这首歌咱吟过真侪届吼。伊这个作曲的人叫做 J.W. Eliot， 伊是伫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个真受欢迎的一个作曲家。伊创作真侪个儿童的迄种音乐、童谣，以及伫1870年代真侪个俄罗的诗歌，伊嘛有创作真侪。那即首尤其伊内底有伊的作品内底有一个童谣甲童歌，这本诗集呢，伊是将真侪儿童的迄种音乐搭配上真侪美妙的音乐的一个儿童乐谱吼。那伊有真侪俄罗的诗歌，即马嘛足侪俄罗的诗集拢有咧沿用。像伊有一个赞美诗的曲调叫《安歇日》，即首诗歌的歌词嘛是真水。那今仔即首诗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伊的歌词，伊的灵感是对诗篇第139篇24节。伊安尼写讲，诗人安尼写讲，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上主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合适你谦顺服侍人。为主做工，所拄着一切着无较艰难甲艰苦呢，咱会当靠主耶稣来坚固咱的信心，继续来勇敢来向前行。咱即马来做伙来吟即首诗歌，互咱会伫心内会当真勇敢来宣告，咱要来为主来拍拼服侍，互咱会当活出真美好的信仰的生活，求主赏赐真正的平安，互咱做伙一生来为主来活。请咱同心来吟即诗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顺河西连瑞罗多，河巴里乌拉坦达，一切都我橄榄困苦，在我头顶他的位，高呀高我那就没心，在我走进。转卡波，传人来先救世福音，何我何你强比吞论，咖喱高杯那古那起，三个最刚三个最后，可做亚瑟天公信心。望的更大就灿烂，就我头前的路开阔，求主受赐真实平安，互我忠心为你来活。今日两首诗歌练习到这，请咱备办先今日的礼拜。
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奉献地下伫座位的头前，请关心奉献，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上主赏赐我一切的大恩，我要用生命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伫因正百姓的面前对上主写我的愿。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54首，圣诗254首，请起立。你我最难的。
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再来用启文第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文第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迄块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唔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放心来祈祷，慈悲仁允的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心内充满敬畏甲感谢。你是创造天地万民的主。你的慈爱永远无变，你的信息直到万代。虽然这个世界有动乱甲不安，毋过你犹原做王。你无放弃你所创造的万物。主啊，阮要学到你，因为你比阮家己搁较了解阮。你知影阮的软弱，也犹原要使用阮。主啊，阮嘛谦卑来认罪，阮常常因为家己的不足，就惊遐倒退。阮常常因为惊失败。就无勇气顺服你，因为看重人的想法就失去信心。阮常常因为环境的艰苦，就怀疑你的带领。阮嘴讲要信靠你，心内却充满挂虑甲不安。求主赦免阮的小信，赦免阮的骄傲甲冷淡，也赦免阮无常常亲近你、倚靠你。现在天父，求你拄起阮心内的惊吓甲软弱。当阮面对头前的道路的时，求你赏赐阮勇气；当阮感觉家己无够业的时，求你提醒阮，互阮了解真正的快乐是对你来，毋是靠阮家己。主啊，愿你永远甲阮伫地，加做阮心内的力量，互阮伫困难中犹原会当徛在。圣灵啊，阮恳求你今仔日充满阮，求你亲像火来清起阮的心。除去一切无合你心意的念头，亲像活水来润泽阮孤单的心灵。求你甲阮同在，当阮软弱的时，求你扶持；当阮迷路的时，求你引带；当阮灰心失志的时，求你安慰。愿圣灵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起你的声；开阮的嘴，互阮讲出造就人的话；也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起你的旨意。主啊，阮特别为着台湾的升学教育甲玉山升学院来祈祷，求你保守每一位新学生、老师甲学师同工，当因面对资源欠缺、招生困难甲世代变化的时，求你犹原兴起愿意委身伫福音的人，勇敢回应你的呼召。愿你赏赐升学院有智慧甲意向，互所培养出来的工人，毋只有知识。嘛有敬虔甲疼灵魂的心，会当忠心来牧养教会，传扬福音。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亲自甲今仔日的礼拜同在，愿你的神运行伫每一个所在，无论是敬拜、祈祷、读经、讲道，也是服侍，拢充满你的稳定甲能力。
求你祝福牧师，互所传的信息拢合伫真理。求你就软会众的心，互每一个人会当拢听到你的声。愿忧伤的人得到安慰，软弱的人得到快乐，迷失的人重新归向你。互今仔日的礼拜，诚做甲你相拄的时刻，愿一切的荣耀拢归伫你。阮信心摆咧以上的祈祷，只是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8节，期待古汉语本圣经第827页。旧约耶利米书第1章4节到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我袂创造你伫腹肚内大生，我捌你；你袂出胎大生，我分别你做色，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讲，孩啊，主耶和华啊，你看，我袂晓讲，因为我是囡仔。总是耶和华对我讲，你毋通讲我是囡仔，因为我见有找你，你就去；我见有吩咐你，你就讲。你无得惊因。因为我甲你伫地要救你，这是耶和华讲的。讲到请阿运游命牧师第8是蒙召之路。牧师还有所有在座的长执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刚刚听到我们诗班的颂赞，真的让我的心灵非常的震撼。也让我感到鸡皮疙瘩，因为待会你们听到阿玉牧师的生命见证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借由这首歌再次向我的心说话。我们是何等何人，能够借着上帝的蒙召，成为他被救赎的人，而也能够有机会站在众人的面前被上帝使用，而且成为他的仆人，来见证这位上帝。神真的很美好，因为一到教会，不只是听到你们诗班的颂赞，我其实还没有9点我就到教会了。我看到牧师很用心的在预备他的周报，特别在周报的一开始，他特别留下了这几段话。他说：“今天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神学教育不只是知识的学习，更是生命的塑造。因为传道人所面对的不只是讲台信息，也包括陪伴受苦的人、安慰失落的人，并在混乱的世代中坚持真理的人。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装备，以及众教会共同的支持。今天我们的奉献也许只是一份心意，却可以成为未来一位牧者、一间部落教会，甚至许多人生命中的祝福。阿玉牧师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其实也是在7年读神学院的时候，透过众弟兄姐妹对玉山神学院的奉献，让我可以完成我的神学教育的旅程。可能你们会觉得，为什么会这么说？你知道在台湾有多少的众教会弟兄姐妹，就是因为看重对原住民的神学教育给予的支持、代祷和奉献，真的培育了很多的传道人。你们知道，阿玉牧师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寒假因为不用实习，我印象很深刻。我有一个同学，他之前也是天韵的，他很会唱歌，那后来嫁给外国人。因为我们都是在那种不完整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寒假都还会在花莲找饭店去做清扫的工作，为的是要赚取学费跟生活费。但是神也借由这个生命的经验，让我们明白，其实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因为我们会知道，原来上帝的恩典从来不会亏待，也不会藐视，也不会轻看愿意敬畏他的人。所以我在神学院，我能够了解原住民的历史跟文化，然后对自己有重新的自我认同，其实是在玉山神学院装备的时候，学校给我很好的教育跟启迪。所以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到底这个学校跟众教会的奉献如何的影响一个人。所以阿玉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是蒙召之路。好，经文的一开始的背景，我们知道上帝他拣选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他非常的年轻，
他想拒绝，不想成为上帝所呼召的先知。但是上帝对他所要选召的人，表明的是他亲自的呼召，还有他坚定的态度。那第一节第一个，我们从第5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上主的呼召是特别的。第5节说，上帝说，在我赐生命给你以前，我已经选召了你，你还没有出生，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有去过拉拉山的举手。有好。那我的故乡是在拉拉山，但是不是你们常常去买水蜜桃，好像比较有名的靠近神木区的那一边。其实我的故乡是那个有名人潮比较多的那一区，是叫上巴林，但是它的对面有一座山，那个叫往嘎拉赫。嘎拉赫是一个有野溪温泉，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开发的部落。我从小出生在那里，以前的环境非常的不好，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医疗。如果我们孩子生病的时候，其实从部落最近的就是要到下巴岭的医务站，可是你骑摩托车，你就要骑1个小时半的时间。但是有一个跟高铁一样快的速度，就是你可以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流笼。我童年的记忆，部落里最高级的就是摩托车，只有一部货车，是有一个平地的朋友，他到山上做生意，他有一部货车，其他都是坐摩托车。只要一生病的时候，爸爸就会骑着摩托车背着孩子，然后把摩托车架到那个流笼上，从这一端溜到对面的山，他就可以缩时减少40-50分钟的路程。我现在想，哪里来的勇气可以坐上那个流笼？但是很奇妙的，其实父母亲陪伴在孩子的身边，你就觉得有一种安全感，所以你不会觉得很遥远，也不会觉得很危险。那嘎拉赫部落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去走访一下，他那里有一个野溪温泉，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没有开发。但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好山好水，但却有一个很凄美、很凄凉的故事。大概比我大7岁以上，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大姐姐。或许因为父母亲穷怕了，有好几个大姐姐们是被卖到当时我们所谓的妓女户。这是我童年的记忆。但是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信仰的母亲，她常常抓着我放在我的身边，甚至常常带着我去聚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家庭环境，但是一个有信仰家庭背景的人，我认为生活再苦，他仍然有一个信念，他知道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而我就是那个蒙受祝福的，我有一个有信仰的母亲。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国小5年级前，我的父亲、我的3个哥哥，因为医疗环境不好，一一的蒙主恩召。你可以想象，你10岁以前，你身边的重要家人都不在的那个处境吗？但我妈妈还在，我觉得我还是幸福的。我常常看到妈妈很认真的去教会服侍，所以她让我看到一个有信仰的背影。只是爸爸离开的时候，3个哥哥离开的时候，其实妈妈有我，还有一个刚生下不久1岁多的弟弟。清早8早，我大概6点，我要从嘎拉赫部落走到国小，我们6点就要起床，都要走路到学校，要走1个小时。妈妈呢，因为还有一个弟弟，她就会背着我的弟弟上山去做农，去耕种他的水蜜桃。可是很奇妙的，每次我看到我的母亲背着弟弟上山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会有一种哀伤感。我会觉得妈妈这么信靠主，为什么她的生活那么苦？但
也就是因为妈妈是一个爱祷告的人，你知道吗？在教会服侍，她永远是灿烂的微笑对待别人。但是最真实的那个背影，是我看得最清楚的。每当很早的时候，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每当我睡觉的时候，你总会听到母亲跪在床前跟上帝祷告，给她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那个背影一直到现在没有忘记过。但就是因为这个背影，我开始探索信仰。原来一个信仰可以让一个丧子之痛，而且一次失去3个，又失去了另一半，他却仍然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借着祷告哭诉，借着祷告交托，借着祷告仰望。所以父亲过世半年后，因为常常看到妈妈背着弟弟的那个背影，你可以想象吗？我跟上帝很大胆的祷告，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能不能为我妈妈预备一个有信仰、爱她的叔叔？阿育牧师长得还像水蜜桃了哈，还蛮可爱的哈。我妈妈她也很漂亮，只可惜我没有遗传到妈妈的身高。我的妈妈172公分，是模特儿的身材，只是生完孩子之后就变形了，但是脸蛋依旧。在那个祷告之后，神很奇妙的带领，半年的时间，来我们家看妈妈的叔叔至少有5、6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很奇怪，5、6个叔叔当中，唯一一直觉得很有慈父，然后你觉得很适合当父亲的，就是这有一个长老，那就是后来我的后父，他叫林孝忠长老。他就是加拉教会的长老，他也是因为他的太太癌症过世之后，也是恢复了单身。那上帝就安排让他们又再一次结婚，那我就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我以为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变成那个幸福如公主般被呵护的孩子，但是上帝的带领，我只能说真的很戏剧化。妈妈改嫁给后父不到2年，妈妈因为大肠癌又过世了。你可以想象，你身边重要家人都不在的时候，其实你对未来你想都不敢想。甚至阿育牧师还一度觉得，既然家里都没有重要的家人，我活着干嘛？我的价值在哪里？我也曾经想要了断自己的生命，但因为妈妈嫁给这个后父之后，后父也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每一天清早5点，他就会带我去教会晨祷。那教会的服事，他总会鼓励我去教会，但是人性嘛哈，你每次想到那个很消极的一面，自己的父母亲都不在了，哥哥都不在，我还活着干嘛？但是当你又另外一边，你又感受到后父像慈父一样的爱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的世界也没那么坏啊。就这样，在妈妈过世的时候，这个父亲林孝忠长老给我一个很稳定的话，就是这一句话，我就坚持哪里都不去，我就留在加拉教会，成为他的孩子。妈妈过世的时候，他跟我说：“孩子，当你妈妈嫁给我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孩子，你哪里都不要去，我会照顾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跟他的第一个太太有3个孩子，我妈妈带我还有一个弟弟2个，然后后父跟他又生了1个，总共几个？6个。你知道当时他的工作只是清洁，在区公所做清洁员工，一个月的薪水其实不到3万。但是我就觉得很好奇，说到底什么样的力量，自己的经济也没那么多，你还要留我们？我后来慢慢的在加拉教会参与服事的时候，又看见他那个爱主的背影，我明白不是他可以，而是因为上帝的爱在他的心中。从妈妈过世之后，他一直给我一个信念，他说：“孩子，你要走神的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让你的生活很丰富。”
就这样一路的鼓励，然后高中毕业之后，那上帝的呼召，我就决定到玉山神学院接受装备。可是当时我去玉山神学院，其实读的是音乐系。你知道音乐系应该是所有神学院学费里面最贵的，因为音乐系还要学什么，学这个，然后声乐什么都还有另外要支付的费用。但是我这个后父很可爱，每一次开学的时候，手里那个红包里面唯一的不会多也不会少，永远就是那个1万块。可是音乐系的学费是5万多块。但是你知道这个父亲他很特别，他每次我要去神学院的时候，他把那个学费放在我手上的时候，他说：“孩子，不要怕，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必预备。”很温暖哦，可是心里还是很害怕，因为少太多了，怎么可能怎么读？其实心里面还是很胆怯，但是带着他的祝福，还是很勇敢的去神学院。但你知道吗？有一群跟我类似家庭环境背景不一样的孩子，其实家庭都非常的，我觉得你要用穷困来讲，还是觉得集聚来讲也好。我们都是借着众弟兄教会愿意对玉山神学院的奉献。那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后来的方式是什么。只要你读神学院，你的成绩在前面啊，比如说你平均都有85分到90分，你的学费就是全免。就是因为这个诱饵，你知道我很努力的读书，所以我也很努力的7年。因为你只要85分到90分的平均的那个成绩，你的学费就是全免。所以爸爸给我的1万块，最后是怎么样？就是变成可以买书，还是可以有一点点的生活费。其实上那是会退出来的，因为最后阿育牧师能够完成神学院，是借由众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让一个在破碎不完整家庭长大的孩子，可以很顺利的，也能够很蒙受祝福的站在你的面前，成为他的仆人。经文当中第7节，上主宣布：尽管到我差派你去的人当中，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我是何人？我只要回想上帝一路的牵引，我总觉得一个渺小的人，却在上帝的爱中，仍然是可以被他使用，而且是尊贵的，而且是蒙受祝福。所以当我神学院毕业被差派出去牧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想到以斯帖啊，这个以斯帖记4章14节，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把它想象成是今天你当了传道人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你领受了上帝的爱，你应当也要去同理你未来在牧会，还是你所要陪伴你所面对的人群当中，带着这份爱去陪伴他们。所以神学院一毕业的时候，我带着感恩的心，我随夫我回到我的母会，就是加拉教会。我回到加拉教会，其实我们教会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但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是我在加拉教会被你们培育，然后鼓励我去神学院，也因为在这里我感受到上帝的爱，属灵的家庭。我说你们不要担心薪水的问题，你们只要劳健保就好，我就回应上帝对我的爱。所以我就在那里跟着先生，经济状况虽然不是这么好，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做老人的事工、青年的事工、儿童的事工，还有社区营造的事工。那一直到封牧之后，因为临近比尔外教会，他们希望我能够去协助他们。那
也一样的，我就带着我先生的祝福，他说你也该长大了，你不要一直在我的旁边，一直让我照顾你啊。实质上是因为教会的需要了，他只是用这种开玩笑的口吻跟我说，你要刚强壮胆，接受上帝的呼召，去帮助邻近的教会。然后我就到比亚外教会，在牧会的过程，有一段是非常对我来讲是奇异之旅了哈。我有3年的时间有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去做院牧的事工。那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成长的环境，你在安宁病房陪伴病人的时候，你很能去感同身受，然后陪着病人，甚至陪着家属，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纪念，甚至听着他们的故事，我会不经意的流泪。他们会觉得很有一种生命的互动，但我知道那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所累积的经历，让我明白，原来上帝要我用不同的经验去回应他在我生命的引导。当然更重要的，也要有给出去的力量，做一个更新变化的宣教。拉回到我在比亚外教会，你知道我刚去的时候，教会几乎都是老人，而且留在教会的几乎都是老人，那年轻人为了生活都在外面。复兴区后山第一间由教会设立的文件站是比亚外教会，而且有1年我们拿到了全国的绩优奖。我要讲这件事情，不是说标榜我们多厉害，而是在困难的当中亲眼看见上帝在他的仆人的回应愿意做的当中，他不会偏待，所以在那里的服事留下了很美好的见证。那我又再次从彰基离开的原因，是因为阿玉牧师当了阿嬷，当了奶奶，我觉得人生的脚步要调整，因为我的儿子他在职业军人，那上帝让我感动说，你的媳妇一个人在山上，你应该要陪伴她，像母亲一样把她当作女儿陪伴她。就这样，我就主动跟医院的院牧主任说，我决定要离开，我回去山上牧会。一方面我相信上帝不只是要我们牧养弟兄姐妹，家庭也是我们要牧养的对象，这才能够容神一人。所以当我回到加拉教会的时候，其实去年也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其实我们的教会也是有设立文件站，已经是快要被关站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长者一个一个蒙主恩召，所以老人家很少。那当时主任牧师他认为，既然人数没有那么多，那就不要做好了。但是内心里面总是有一个感动，是说，难道我们只要照顾教会的弟兄姐妹吗？部落里面其实有一半是平地朋友，从宜兰、从中立移居到山上的，甚至比我的年龄还久。上帝让我看见的是，这一群人应该也是你要牧养的对象。所以就这样，我就告诉我们在开小会的时候，我就跟小会讲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扩张不停办的状况下，我们要把文件站的地点改掉，不能放教会，因为你放教会，信仰不同的人他就很难走进来。所以最后我们就拉到部落的一个私宅区。但是很妙的，以前医疗啊、中医诊所都不愿意来教会，因为我们比较偏僻，人数不集中。但是我们后来放到常常卖水蜜桃的那个路线上，主动的很多的医疗团队，他都会主动说，我们可以到你们文件站跟你们合作嘛。所以一个文件站的事工就变成了社区总体健康营造的一个地点。所以我就感受到上帝其实让我们去见证他的伟大，是在于我们也要有信心回应他的呼召。那每一次去服事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带着孩子去服事，其实就是要影响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角色，也期待他们能够传承这个信仰。我的结论，
我要讲我的生命故事，不是要表示阿育牧师多惨，我要见证的是，当上帝拣选一个人的时候，当你看见上帝看你为宝贝，你也看重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实质上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当上帝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你是企业的主管，或许你是基层的员工，或许你是工程师，或许你是老师，或许你是医疗人员，只要你身处在工作的职场上，那里就是你的禾场。教会是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的地方，但事实上福音是扩张，你所到的地方都是你可以传福音的地方。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哪里。第8节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保护你，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我相信上主也与你们同在，不管你们在哪里，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角色，也或许你可能也在退休的年纪了，也感受到我退休后的人生要怎么做呢？你知道在医院当中，我看到一群让我非常感动的长辈，都是70岁以上的长辈，他们都在医院做志工，去陪伴心灵软弱、身体疾病的病人，还有感受到无助的家属。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按着我们的力量，神给我们的力量去回应他。所以蒙召的意义不仅是领受从神的同在跟呼召，我觉得最重要的不只是有领受，我们也要给活出爱与分享的生命。那今年也是玉山神学院80周年，让我们持续来关心这个学校。那今天晚上在和平长老教会，那我们也有一场音乐会，如果有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因着上帝的呼召，谢谢上帝让阿育牧师可以在这里来见证自己的生命故事和你们相遇。那我也相信上帝也恩待保守你们，让借着你们持续的关心跟代祷，关心我们原住民的宣教事工，借着献心献金献力，让神学院持续的被关心。那玉山神学院正是神在台湾这片土地上为原住民族群设立的人才培育的一个摇篮。那我们的祝福，我们的代祷，我想神会持续的来扩张。那最后我想邀请来看这个短片，这是我们今年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的纪念短片，我们来看一下3分钟的时间。还可以点吗？自1946年创校以来，玉山神学院已走过80个春秋，培育无数教牧与神学人才，影响台湾原住民教会。80年，我们用信仰与知识点亮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今天的玉山不只是学院，更是一个属灵家园。每一位学生都背着服侍的心，走进教会，偏乡部落，将信仰化为行动。你的支持让这个使命得以延续。
80年，我们见证上帝的信实；80年，我们培育学生服侍的心智。今后，我们期待更多愿意接受呼召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接受神学教育，走进台湾各个部落。请我们一起成为这个使命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愿今天的分享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人，若不是你，我们算不得了什么。谢谢上帝，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是何等的美好，也求神祝福松山教会，让他们能够带着上帝的祝福，在这个世代也成为一个充满盼望、充满神同在的教会。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我未创造你伫腹肚内的大生，我捌你；你未出胎的大生，我分别你做色，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亚利米书第1章第5节。我未创造你伫腹肚内的大生，我捌你；你未出胎的大生，我分别你做色，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亚利米书第1章第5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547首，圣诗547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廖穗芬执事、廖桂干执事来负责奉献。主
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特别派阿运由命牧师来讲道请安，多谢牧师，请兄弟姊妹关心奉献。第二点，本教会定伫后礼拜，也是5月24号拜日，圣灵感日节结束，有要举行联合礼拜。会中要邀请曾宗圣牧师来讲道，礼拜了后要举行培灵会，培灵会嘛要伫了后嘛要伫教会举行爱餐。牧区的消息，第一点，三宝里牧区定伫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夏令营的调备会，请同工会当参加。第二点，小年团契定伫5月20号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的聚会，邀请卫庭团队来分享，请客友参加，有准备午餐。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来订正。周间聚会甲后礼拜事工奉者会当家己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咱来欢迎今仔日牧师又带伊的查某囝来，吼，叫嘉佑，伊是大学生，吼，好，拍手欢迎他。好，咱即时咱来祈祷，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士祈祷，咱嘛为着今仔日所听见玉山神学院的需要来祈祷。嘛为着咱教会逐项事工，为着咱建堂的事工，为着身躯欠安，或者兄弟姊妹、文书者、神学执事、燕纯、应轩、林水长老、以利、慧玲姐、秀慧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民主姐、方梅姐、俊生兄、丁友兄、明理姐、道明兄、阿曲姐，咱开喙为着这事，为着这集体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透过耶利米这段的经文，透过阿运牧师伊的见证，互阮看见你极大的奇妙甲精选。主啊，恳求你也精选阮进入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生活内面，会当成做好的见证。主，阮为着今仔日所听见玉山神学院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你陪伴兄弟姊妹的祈祷，也是阮的金钱，会当来关心即间神学院。也恳求你看顾帮咱所培养的出来的这毕业生、这传道师、这牧者，互因伫逐所在的服侍会当有你的祝福。主恳求你也帮咱，阮的兄弟姊妹伫阮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主互阮毋若是为着家己在祈祷，阮嘛会当为着兄弟姊妹的需要，为着教会在祈祷。主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带领阮所进行的逐样的事工。互阮兄弟姊妹得到信仰上的培育，也互阮遮入来教会、遮社区的朋友会当得到你的听。主恳求你也保守帮助阮的兄弟姊妹，身躯欠安的、心灵忧伤的，主恳求你拢医治，你拢陪伴，互因伫艰难、痛苦的中间，会当感受到上帝你的同在。主恳求你也看顾遮个身躯软弱的兄弟姊妹，陪伴因有诶身躯病痛真久长的时间，主恳求你也保守遮厝内的人，
互因有加倍的疼心，会当来陪伴因。主，阮也要将兄弟姊妹，阮伫未来阮所行的脚步，也是阮每一日阮的生活，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呼召阮伫逐所在做好的见证。我也特别为着今仔日国三的即个陈真，伊伫会考的中间，主恳求你也保守帮赞，互伊的内心有平安，互伊好好啊来准备伊的考试。会将阮的遮个囡仔，也是青少年、社青，也是阮遮个中生代，也是阮年长的遮个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主你的手里，帮助阮每一个时刻、每一工，拢有上帝你的祝福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伫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内面，咱来行平安礼。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这是来因信息第397首，信息397首。吟诗了后，请陈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迄把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